屏东市国民运动中心外口的人行道有乌多摆的停车格，加无障碍的停车位。有真侪民众为着方便，会直接骑上人行道去停车哦。也毋过未少人是因为安尼收到罚单。有行动无方便的民众，就批评讲，甲车位设伫人行道爱用牵的，这实在是无啥道理。市公所嘛表示讲，会来改善。 这边用牵的，迄头嘛是用牵的，大家真照规矩来。因为遮阿公阿嬷拢惊防检举开罚单。屏东市国民运动中心外口的人行道有的乌多摆的停车格，甲无障碍停车位。根据交通规定，机车袂使骑去人行道，敢若会当牵起哩。真侪民众直接骑起哩，结果互开单。去年警方就开超过200张罚单。礼拜拢来7、80岁的人。 啊，一底啊尔，都要100公，都要100公尺的啊！啊，你无好方便者。你较会知影爱用牵的，你较无用骑的。啊，我要讲去要人发，恁老人啊，骹拢咧无好哦，牵袂使好势。若国民运动中心，亲像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外口，嘛是甲无障碍停车位画伫人行道面顶，民众认为无合理，行动无方便的人嘛感觉困扰。甲无障碍车位设计伫人行道，但是因根本无法度牵车，佮烦恼防法。毛议员表示，安尼设计根本袂通，应该爱改善。乌多摆用牵的方式伫人行道顶沿牵是较无方便，所以公所这边嘛有考虑到因的需求，步道点管人行道加降低。 互身障的人士会当直接为路边，会当直接停伫那个无障碍停车格内底，就免搁甲乌多摆牵去人行道顶管。屏东市公所表示，去年有检讨过1摆，嘛有计划一寡停车位，毋过针对无障碍车位的问题，会搁做调整，嘛呼吁民众遵守交通规矩，毋通因为感觉麻烦，煞收到罚单。记者柯炳哲，屏东报道。